怎么会这么神奇耶？手手手指头向下滑，那个换下一页呢？人字啊，不是人理啊，那个字错了。是纯约啊，不是日啊，不是日月的月，不是日月的日，是约，再胖一点，笔画要向右一点。约是说的意思。谷歌的谷不是那个谷啊，是山谷。还有线上词典啊，哦，已经这么进步了。看文章的时候可以找字典了，只要把它反败的，可以找字典了。诽谤不是色谤。刹那不是刹那。